运动是每一个人一定拢爱去运动。啊，你加运动咧，身体你会较勇，较免惊病院，这是上重要。一寡像棒球、骹球啦，一寡迄个全民运动的吼，一寡迄个韵律舞啊，啥物种种，咱拢有当个推展落去的。啊，每一工咱若运动几分钟啊，20分，身体绝对一定会勇。民众只要下载 APP 进行会员注册，并完成登录后，进入指定场馆运动前及离场前扫描该场馆的 QR Code， 运动达30分钟就能获得点数。集点可分为每日点数、每周点数与体育赛事点数3种方式。于指定场馆运动达30分钟，即可获得该运动场馆对应点数。1周运动30分钟达3天以上，即可获赠1点。给予台南市相关的体育赛事，像是马拉松、龙舟赛等等，都会给予不同的对应点数。每20点就有1次抽奖的机会哦。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那其实这个运动健康护照主要是希望说提倡运动的风气。那过去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运动的好处，不用我再多说，只是大家心动却没有行动。那为了让大家能够走出第一步开始行动，我们特别推出运动健康护照。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奖品项目非常非常精彩。那主要有运动习惯的人，你只要这个下载这个 app， 这样你平常运动再加强，那就有机会抽中大奖。没有运动习惯的人，更要借着这个运动健康护照的平台，养成运动的好习惯。这个绝对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这非常好的活动那欢迎大家一起来。那同时呢，我们也会跟各大运动中心全民运动馆来合作，那陆续推出一些健康的教学或者运动的教学活动，让很多教练或这个运动高手来教你这个运动。那所以说，不管是做重训，不管是做球赛，不管是做种种项目的运动活动，这个心动就要行动，而且动了以后健康就会更好。那欢迎大家来下载运动健康护照，一起来运动哦。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5月6号礼拜1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由国家主体甲都市健身中心，伫台南永康兴建的正强安居社会主体，上午举行动土开工，将要起2栋地上14楼、地下2楼的建筑物，总共464户，预计伫民国116年底完工，总经费26亿外，全部由中央来投资。位于永康国立台南大学附属高中北边的正强安居社会主体，占地大约9000多平方公尺，土地属于国有财产署，由国土署国土中心来兴建，预计兴建2栋地上14楼、地下2楼的建筑物。上午由国家主导中心的执行长黄锦茂、台南市长黄伟哲以及多位民意代表、贵宾共同举行动土典礼。冲突，大家平安平静美国。冲突，祝我动土顺利，天气就着。3冲突，祝我工程圆满，温和吉祥，气温汹涌，再度掌声喝彩，祝贺。我们在台南市已经绝标12处那今天是开工第8处，那永康是第3个，就第三处刚刚我们建然组长有特别讲我们蔡英文总统的8年20万户，这里面包括12万户的直接新建，像这个直接新建还有8万的包租贷款。那直接新建我们已经达到10万多。接近就是说距离12万户差一点点，这差大概不到2万所以我们的拼的说年底要达到12万。那包租贷款目标是8万，现在已经7万8，很近了几乎差得不到2万所以加起来是17万8，距离20万几乎是可以完成所以我们会极力就是由中央跟地方。大家来拼这么大的量体，事实上在永康的一个市中心区，
也是在现在的这个蛋黄区，所以说我觉得其实对于疏解永康的住宅的这个拥塞或者是租金价格高涨的情形是有很大的注意，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小英总统这个任内的前瞻在新建的社会住宅之一，但是对于地方的帮助非常大。那这个基地呢，基本上本来是国产署的土地，那由这个内政部国土署的国都中心来兴建，那市政府来提供必要的配合跟协助，那能够提供这样子的一个住宅，我觉得是相当好的。那工期预计要将近3年多，所以说我们当然希望说，以台南市现在的这个住宅条件来讲，我们希望能够早日完工，那能够提供我们住屋市场。国家住都中心伫台南积极推动社会住宅，目前有12处工程决标，总共6373户，其中4756户已经进入兴建的阶段。而晋江安居是永康兴建的第3案，位伫永康的蛋黄区。未来晋江安居将结合托婴中心、里民活动中心、甲社会福利中心等公共设施，预计民国116年12月完工。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安平区渔光岛因为电信的信号无好，不止居民甲游客手机定卡袂通，嘛影响救灾甲治安。所以当地里长就申请设置基地台。毋过意在国小渔光分校的家长，就烦恼基地台离学校上过近，恐惊影响囡仔健康，要求将基地台甲刷走。最后透过协调会，嘛总算取得共识，将有条件开放。渔光岛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电信讯号非常的歹，电话常常袂通。当地居民认为，若是发生紧急事件，恐惊会联络袂到外界救援，无奈阁激动表达出在地人的心声。像阮这海墘啊，不是乌伊入来啊！啊，你若拄啊人摔的，啊，你要敲电话无敲，啊要安怎？对毋对？迄是正确，就爱有通信。我咱就有听一个家长咧讲甚至3支电条有问题。我有听家长讲这个问题。你若讲正经的啦，你3支电条我感觉管教嘛无好啦，甚至这个3支电条来改善起来，我是不是安尼来做调整，应设计一个。但因为电信基地台就设伫咧学校对面100公尺左右，互义在国小渔光分校家长非常不满，认为电磁波会影响到囡仔健康，质疑为何当初伫规划建地时无甲学校做好沟通。我唔是光无爱注意嘛，那你校内收讯好不好啊？也不好啊。那原则上现在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地点？你不能选择到另外一个地点。我们上次也会看过了嘛，就是在港务局北离前面那个停车场的位置，对吧？那个距离学校从 Google 看起来也都超过300-400米以上的。真侪议员明代也拢来到协调会关心，希望主管机关甲业者会当兼顾当地居民以及学校家长注重的重点，做出上好的决定。不管是跟业者讨论，里长还有民意代表大家一起讨论，就是说，这个地方大家还是真的觉得很有疑虑啦，是不是可以迁到旁边更适合的地方？那我想我们当时就希望以这个目标来做一个努力，因为兼顾讯号的需求，也兼顾孩子的健康啦。上次也有看，也跟里长大家一起去看，说这个。第3批刚但迁移到里面一点，它内底的所在一样会有讯号。不过就是讲要设的时阵这设的当中是不是甲地方做好安尼沟通说明大家可以接受理解。里长的做法是为着整个规个渔光岛的里民我相信大家今仔日的家长甲里长。你们的观念都是非常正确，可是你的心态都是对的。林务局也好 ，NCC 也好，通信业者也好，也曾经多次来到这边，一起吹到内底。那个地方是在里面，无人所在，因为一个偏远的道路上面。这个就这边，我们想说那个地方绝对100%没问题的嘛，根本没有人经过那个地方啊。结果唔知起来的时阵，发现讲，那变成就是伫咱岛对面啦。协调最后取得共识。家长要求将美化景观的外罩格栅提掉，证明讯号无咧对着学校发射，让家长安心。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
南区文南里提前庆祝母亲节，4号下晡，先伫里来举办一场热情活泼的健行活动，并且加入反诈骗、反毒品、甲提高率的防治宣导，用健康兼顾教育宣传的方式来庆祝母亲节。得到舞蹈老师的舞步，用欢喜趣味的心情来热身。文南里113年母亲节健行活动，就伫咧4日下晡登场。活动当天，立委陈廷辉、南区区长肖秀华、议员蔡淑慧、林美燕、周丽京也拢来做伙陪行，提前庆祝母亲节。文南里呢，每一年呢，拢有办迄个健行活动，迄个母亲节前夕吼。甲咱的中秋节拢办健行活动，我想这个母亲节呢，真有意义吼，会当全家有出来运动，出来行呢。因的阿公呢，阿公带孙啦吼，某呢带翁，大家出来行，大家足欢喜，所以咱就是共款的，拢全面运动。文南里一年一度母亲节健走。活动邀请区公所、甲金华派出所现场宣导区里天高力防治以及警察局反毒、反诈骗等政治宣导，以正面又健康的方式来庆祝母亲节。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由台南市赤坎文化关怀协会主办，议员蔡综合服务处甲中华民国青年音乐演习协会所协办的邓丽君纪念音乐会，伫北区的大道新城登场。活动邀请真侪间学校接力来演奏一首一首邓丽君的经典歌曲，吸引侪民众前拢欣赏听歌。这场由台南市赤坎文化关怀协会主办的邓丽君纪念音乐会，邀请到丽人、大光、日新、大港国小以及大成国中等5间学校的学生，接力唱场演奏一首首邓丽君的经典歌曲。协办单位之一的议员蔡综合表示，邓丽君是一位传奇的歌手，唱过真侪脍炙人口的老歌。5月8日是邓丽君过身的纪念日，因此特别提前2天举办这场纪念音乐会。5月8号是我们很多可能是天王校长年轻时的女神，让我开玩笑。邓丽君也是我们台湾人很多长辈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包括小城故事很多歌曲大家都脍炙人口，就是我们的邓丽君，那是她的逝世周年，在5月8号。那今天特别提前提前2天，在我们的大道新城，要感谢我们大道时区我们的陈主委，陈主委在哪里？大家掌声给他一下，谢谢他提供这么好的场地，也谢谢我们的吴里长大力的协助我们。活动总共吸引到数百民众前往听歌。警察局第5分局也把握人潮满满的时间，现场宣导反诈骗等政治宣导，让大家度过一个轻松休闲，又搁兼顾反诈骗新店午后时光。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1661年5月4号是郑成功攻打普罗米亚城，和荷兰人投降的日子。所以，台南市赤坎澎湃商圈特别邀请郑成功的后代，甲汉文化总会、金浦文献改编成短剧，演出4场快闪的表演，将这段历史故事来分享给民众。侯信言见到荷兰人的诚意，接受普罗民遮城的投降。演员分别亲到明朝荷兰及在地福摩沙人的服装，伫赤坎路头前做演出。今年是台南400，为着让更较侪人了解台湾的历史，台南市赤坎澎湃商圈特别邀请汉文化总会及郑成功后代，以讲册人的角度呈现后阿修正，讲述郑成功在400年前这个故事的由来从金门到我们的鹿耳门，然后到我们的
那个后面那个三老爷宫哦这边登陆，算历史史实啊，然后再把它做，因为是快闪短剧，所以是非常的浓缩简化，把重点的历史转折点演绎出来。台南的400年也是我们国姓爷先祖的400岁的寿诞，所以刚好有这个机会跟那个商圈跟他们一起这场合作的演出。为三老爷宫赤坎楼全美戏院到延平观往事，时代中现两军交战，让大家了解历史上欧亚首战精美的服饰和完美的演出，让民众娱乐之外，嘛拢纷纷看演员喜上留念。制作单位准备得很认真，整个从服装造型都不是很随便的一个搭配啊，我觉得蛮不错的。用这种很生动有趣的方式，让大小朋友可以了解台南啊，或是郑成功或是赤坎楼这一段历史，这样子是非常好的，浅显易懂。影视公司嘛特别炸一款电王福袋德阿省送予主办单位，以地成功过乌水沟登陆台湾，赶走荷兰人做故事背景。演员特别坐伫赤坎楼头前，了解游戏的算法，相当趣味。结合古台江内海的地图，玩这款游戏你要扮演各个角色，譬如说扮演河滨、扮演郑成功、扮演头目，好扮演魁一总督，我们去做一个策略性的联盟。借着无同的元素以及媒介，传承台湾本土历史文化，让更较侪人看到台南。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各地民俗西港挂香将伫个5月底登场，其中的文物顶头已经陆续到台南西港庆安宫开馆，由千岁爷来验收这份。庙方嘛特别发出英雄帖，伫感明高中进行顶头大会师。来自西港嘉里7股安南新市安定96村的18武丁，伫庆安宫一家参礼。吸引一个民众来欣赏。武丁大会师伫港明高中举办，除了台南市长黄伟体、立委郭国文到场致意，想要争取台南市长选举的立委陈廷辉、林俊宪再度降台，意外成为焦点。早起由7点开始，大家伫庆安宫出发，伫西港街啊，互咱的市民朋友了解到这边武丁大会师所代表的意义。西港庆安宫举办甲新年西港香，是第81颗香科，今年拄好满240档历史，场面比以往更加盛大，宋江灯、金狮灯、白鹤灯，每一个灯拢有家己特殊的路数，非常精彩。咱西港歌谣有咱全台湾保存咱上个完整的电头文化，电头呢，不管武丁。每一阵呢，拢是咱祖辈一代一代传承落来。有咱全台唯二白鹤灯啊还佫有咱香科限定版好平时，即平常时啊拢较袂当看到的西港乡顶头文化多元丰富，参与宫庙拢有训练文武灯，会当讲是台湾第一。伫24、25、26这3天重点开绕境，随着香科逐天接近。庆安宫头前将更加热烈。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一般正常的血压是控制伫个120/80，不过对慢性腰子病病人来讲，医师就建议爱伫个130/80以下，因为腰子内面有真侪小血管，如果血压长期偏悬，血管壁会愈来愈高，血管变小会造成腰子的组织渐渐欠血害去，所以控制血压。对腰子病患者非常的重要。台南新老病院腰子内科医师王廷义表示，血压控制目标会根据每一个人的状况有一寡无同。以慢性腰子病人为例，建议血压控制伫个130/80以下，但如果病况稳定，伫个120/80以下，对着心血管的保护效果会更较好。个血压要控制，除了药物。另外，医师嘛建议一寡非药物的血压控制方法，包括对饮食、加生活习惯，甚至运动来做起。像我们目前会建议血压要控制在130/80以下，这样对我们的心脏、肾脏保护效果都会比较好。那如果说，我血压稍微高一点，135到140，那
就会有人问医生，我一定要吃药吗？其实我们会有很多方式可以来帮助降血压，包括饮食啦、生活习惯啦、运动啦，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降血压。那怎么做呢？第一个，我们会建议你要做低盐、低油饮食。那另外呢，要吃多蔬果、少肉食，少吃一些饱和性脂肪酸，像是一些猪油啊、牛油啊、炸物这些，这些比较容易让我们血管硬化的东西，我们就尽量避免。那再来也要多运动，运动的话就是一个礼拜建议150分钟以上。那这个运动量必须要是中强度的。那怎么定义中强度呢？因为你很难去做评估，那我就建议你可以先选择会让你稍微会喘、稍微会流汗的运动，这样就 OK 了。那再根据你自己的状况来做调整，这样子。医师除了提供量血压的法则，另外对着一般人认为吃高血压的药啊，是不是会伤身体？医师强调，高血压的药物袂伤到腰子。但如果血压控制不好，才是伤腰子真正的原伤。因为腰子内面有真侪小血管来构成，当血压偏高，血管壁就容易来变高，造成血管变矮，最后会造成腰子的组织缺血来坏死。台南新闻综合报道。高雄市的5号医院正伫进行第2阶段的大改造，真正的第1阶段已经完成开放机车直行。即马第2阶段是进行造化线实体化的工程，未来行人也会当亲像去机车同款，直接行入去医院，通过12路口，安尼就唔免搁再加开时间踅医院啦。这项工程预计伫5月底完工。工程人员正在圆环里施工，要将护栏围社区内的槽化线实体化，变成人行道。之后行人就可以直接穿过圆环，通过十字路口，不用再花时间绕圈圈，很方便。现在临近新捷江商圈、大利商圈和神商圈，那附近的话又有我们中央公园捷运站，新兴国中、新兴国小，然后还有雄女。高雄女中，所以这边的车流量跟人流量都是非常大。原本的5幅圆环只有汽车可以直线通过，机车和行人都得右转绕行圆环。而之前的第1阶段圆环改造时，就以缩减圆环分隔岛、扩大道路面积的方式，让机车和汽车一样可以直行穿过圆环。而第2阶段计划让行人也能够直接走进圆环，就做部分的退缩，然后来配合就是人行、步行通行的空间，因为行人地域的这样的课题，所以我们也重视了行人的交通的安全那所以国土署有专案的计划来供地方政府申请，那我们的公务局也申请了这个计划，然后今年通过以后就开始做施作。目前在路口和圆环外侧施工时，会占用部分的混合车道，用路人行经时要小心留意。而未来圆环外侧的部分也会重新规划停车格，调整路型，像民生圆环一样变成停车场，交通号志也会配合调整。因为它车流相对就单纯的改成是停车的空间，包含汽车、机车停车的空间。那我们就缩减车道，然后另外的话就让这个停车的环境更好那这样的话改善，让汽机车的行车动线更顺畅，然后在停车的部分呢也能够更单纯、更简化。这个4个区块里面，因为它有停车格，那机车跟汽车都会在绕圆环的时候，常常跟这些停车要开出来的人发生擦撞。所以说，它就是政府有这样子考量，所以把它规划成现在这个要施工的情形。高雄市几个重要路口原本都有圆环的设计，上面种满花草树木，美化城市景观。但在交通部分会延长行人的通行时间。5幅圆环在经过改造之后，行人可以直接穿过圆环路口，算是尊重行人路权之一。记者潘志光、赖昌邦高雄报道。感谢你收看5月6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